上面看这边哦。我想哇，好勇敢哦！先刚刚都拍好了，等一下再出来拍照哦。来，有请活动要开。彰化基督教儿童医院的新生儿早产儿加护病房是在我们曹龙院主任的 set up 发展性之下，才有今天的这样的规模跟成就那我们也照顾了成千上万的早产儿许多早产儿这么样的活泼，这么样的健康实在是这是我们彰化基督教儿童医院非常感到欣慰的学家教。在40年前，也刚好是我最小的小孩子，他也是在1979年，他是7月7号生的，所以我对这个早产儿的历史，还是非常记得很清楚，就是40年来中部应该要有一个加护病房，小孩的加护病房所以那个时候刚成立的时候，我曾经到台北台大医院，台大医院那时候有一个教授叫陈世辉教授，请教他说在彰基很有限的空间，还有有限的设备下，怎么样来建立一个可以用的加护病小孩加护病房？伊保的45天吼，伊保的45天才抱到阮兜吼。这拖2个月2、3个月才来。拖无3个月，因为伊转来了就食牛奶就变翻皮了，无抱来作瘦呢，抱来作瘦。转来阮就食，医生叫阮来食迄个，较早的爱心的迄个牛奶食足紧就翻皮了。拖2、3个月就唔能安尼，2、3个月面就破了。会记得医药费开偌济无？10外万呢，还拍一个，1个月还拍一个，才10外万呢。今麦较好啦，较早较辛苦啊。就是当时打针的那个地方。老爸怎么？老爸刚刚加料磨损。哎呦！你先去旁边先。来，爸姐，来抱妈妈，抱起来。细听听看。对，上次有小后面有这样子我们一起打扮 RSV 怪兽的耶！我们来帮自己，还有 Super Baby， 我们一起说一次 Super Baby， 对，很大，有了，你们来生病喽！彰基早产儿回娘家。